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3月21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李婷。咱做伙来关心台湾昨搁增加27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4个是对境外移入，3个是本土案例。有一个感染者伫咧昨暗治病过身。目前台湾有135个人治病，其中有一个是国家代表队的飞人员，被选手去欧洲比赛回国确诊。另外，中央院伫咧昨暗也发声明，院内有一个人确诊，目前已经就医治疗。接触的16人，就要进行居家隔离。疫情指挥中心也甲全世界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若无必要，呼吁民众较莫出国。顶个月15日来一个白牌车司机，因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日宣布新增加一个死亡个案，就是顶个月确诊的第27个。2月初6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等的症状，初9发烧去用诊断做肺炎住院治疗。10日出现喘气正喘的状况，转交予病房。20怀疑是肺痨转符合隔离病房，而且伫咧2采检送检确诊，经过个月月的治疗，也是不幸来死亡。尝试过抗艾滋病毒的药物，那也尝过奎宁类chloroquine 类的药物，因为情况还是不容易好转，然后最后因为有并发败血症休克而过世。除了公布一个死亡病例以外，国内嘛一困头新增加27个确诊个案，其中24个境外移入，3个本土是个案。伫咧境外移入的部分，有15个女性，9个男性，年龄伫咧10外岁至80外岁。入境的时间伫咧3月初6至18，发病时间伫咧3月初5至18。旅游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埃及等等18个国家。其中8个人捌有真济个月旅游史，若是3个本土病例，分别是第130例、第124例、甲第134例。第124例是30外岁男性，无出国史，伫咧3月17发病，18家己去予医生看，采检通报20确诊。第130例是第59例共班的女同学，3月17发病，经过采检通报确诊，是因班第3个确诊个案。3个人读的学校拄20开始停课到27。第134例嘛是最近无旅游史，其他带做伙厝内的人嘛无疑似症状。卫生单位会进一步针对个案的工作地点来进行调查，通好查清楚感染源是倒位来的。有一位是埃及的埃及的旅行团的美国移入的个案2例有一个是85按85的同行的友人。那土耳其这个是他们同飞机的坐在邻近124，他周围大概有一些他的同事是从美国回来的。那130案让他同班座位在他的前面。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确诊病例总共有135个人，其中确诊个案内底有2个人死亡。因为台湾人去国际旅游拢有感染的风险，指挥中心嘛宣布提悬全国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台湾人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性的出国旅游，若是到国外入境的人，拢必须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武汉肺炎疫情是拖无休，意大利昨搁加要6000例确诊，627例死亡，创下单日新高。那伫德国嘛增加4528例确诊，确诊的病例计共要2万例。另外，美国包括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和康乃狄克州拢发布禁足令，希望民众尽量较莫出门。那北京也宣布要封锁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美国武汉肺炎疫情严重，确诊病例各增加5050例。到台湾时间11透早，确诊病例将近19000例。伫西方加州宣布禁足令了后，东方疫情严重的纽约州也对咧宣布。Only essential businesses will be functioning. People can work at home. God bless you. But only essential businesses can have workers commuting to the job or on the job. Second rule, remain indoors to the greatest extent to protect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n the businesses, on the valve, we reduced it to 50% of the workforce. 加州、纽约州、伊利诺州甲康乃狄克州拢发布禁足令，要求企业尽量互员工伫厝内地办公。一般民众非必要袂用离开厝内。北京也自加拿大实施境管禁令了后，一早宣布暂停过美北边境。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Mexico have agreed to restrict non-essential travel across our shared border. Both our countries know the importance of working together to limit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ensure that commerce that supports our economy continues to keep flowing.
here to the United States is glad to have a friend who's working side by side us in the fight. 蓬佩奥强调，美墨之间的贸易依然会继续。伫欧洲疫情上严重的意大利，20新增加5986例确诊，甲617人死亡，拢创下单日新高。伫这艰难时刻，所意大利广播电台礼拜5早起10点全国联播意大利国歌甲各种的流行歌曲，民众虽然袂当出门，也拢伫阳台听音乐放松心情。伫德国20确诊人数增加4528例，后病例将近2万例。英国首相强生宣布，伦敦地区所有咖啡馆、餐厅甲酒吧拢关起来。Telling cafes, pubs, bars, and restaurants to close tonight as soon as they reasonably can, and not to open tomorrow. Though, to be clear, they can continue to provide take-out services. 英国财政大臣同时宣布，政府将为这项措施而无法度工作员工付百姓薪水，每个月上悬250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8万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今仔日开悬走低，道琼指数收盘大落913点，一礼拜价强跌超过17%，也是对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落上介济。美国早盘捌起超过400点，不过投资人对疫情也是真烦恼，受多项不利的消息打击，道琼指数伫收盘是大落913点，跌4.55%。另外，标准普尔500指数跌4.34%，纳斯达克指数是跌3.79%。来看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头先是自由时报，中央院长伫官网公告有一个同事确诊，目前已经就医治疗。另外，以来有16个人还没接触过，就要居家隔离。这个案例是将新增加确诊病例推测是境外移入。再来是联合报，台北市某一间的高中有2例确诊，全校就要停课。台北市长郭文铁是建议讲，按照学生的人数去修改停课的标准。教育部回应讲，大校的停课标准就要看所在来调整，规划好才互教育部来审核。最后是中国时报，疫情冲击咱的观光产业，国内出名的行西旅行社，伫咧昨暗决议讲，董事长和全体的董事未领2019年的薪水，副总是减半薪，协理级的薪水减3成。接落来，同款来关心咱的观光业。有国内的旅游业者是表示讲，若阵这武汉肺炎疫情一直拖到9月，恐怕有一半业者就要收起来。交通部长林佳龙昨暗也宣布讲，会佮增加100亿的救命钱来替咱的观光业纾困，另外佮会提3亿来补贴出销出团的手续费。旅行社派专人去饭店考察饭店的防疫措施敢有做好，包括感受确实磅体温、门手电梯环感受消毒，旅游业者送旅游健检署的服务来推萨国旅。这个秘密客，那么去全省的60个饭店呢，去做集合，这个旅客当家人的概念呢。毋过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到今，观光旅游业的生意真歹，六间就市规个旅行社业者2月份的营收是落4成，尤其是促销海外旅游团的乡西旅游，估计1月份到4月份的合并营收影响超53亿。有旅游业者烦恼讲，若是疫情继续到9月份，台湾有一半的业者可能会倒店。如果到9月的话，应该可能5成的旅行社都会撑不住；如果到年底的话，可能9成都会撑不住。交通部最近规划纾困2.0，强调讲是救命钱直接本的方案，会来款100亿的金额，初步规划针对3000间旅行社甲4万的员工，直接来发补助款做救命钱。另外，旅馆业者甲员工，阁有合法民宿嘛计划直接补助。相关措施会进一步讨论了后公布。另外，针对旅游业退团的手续费嘛计划由政府补助，金额超是3亿。毋过有业者烦恼讲看会到摕袂到。我们这次纾困2.0。来预算来做补助这些所需要付的手续费。升到了第3级，所以它产生的一些必要费用。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有一些消费纠纷，也是因为在必要费用的一个认定。你说真正有收到5%手续费的这个部分，它的比例是比较小的。
旅游业者表示，自3月19半暝开始，政府宣布禁止出团，还有接待国外旅游团到4月底。针对主要业务是国外旅游团的业者来讲，冲击真大。即马政府纾困金额偌济已经毋是重点，要安怎摕到这条救命钱，才是业者上关心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湾的感染人数已经到135个人，真侪民众嘛开始讲真惊吓，去大卖场抢民生的物资。行政院长苏贞昌就强调讲，咱国内牛市是真充足，另外嘛针对这假消息办搁较严。疫情升高引起民众惊吓，连日大卖场、货架顶悬的泡面罐头拢总被抢卖了了。早起苏贞昌伫医院受访时表示，国内粮食充足，应尽量买。啊，毋过疫情时期禁止囤货牟利，毋通散布假信息，安若无会严格处罚，高检署也全力查缉。蔬菜水果多买一点台湾的农产品，也给农民加油，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请大家不要传播假信息，也千万不要囤货牟利，因为这都是严重处罚的事情。囤积这个必要的民生物品啊，这个及防疫用物品啊，最重可以处到7年有期徒刑。最近有网友伫网络发文表示，厝内底老大人流传网络谣言，要大家准备1个月粮食，搁领出银行存款，引起民众惊吓。调查局追查到一名新北市县长的民众20约谈到案，因为信息内容已经触犯银行法125之1条，散布谣言损害银行金融机构信用，甲社会秩序违法法。国际疫情严重，各国陆续封锁边境，海外留学生也欠催安，政府是不是应开放家长寄催安予海外留学生？大家拢真关心。之前咱是无条件的开放啊，比如讲，啊无吼家长会当寄几十个啊，安尼几十个寄啊，互囡仔安尼啦，啊无囡仔伫遐真可怜啊，啊嘛袂当转来啊。有啦，这点有在计划讲，咱尽量过来生产到较济。苏贞昌表示，目前受限国内3年甲催安出口管制，要求驻外领事处配送催安或者是开放，寄去海外有困难。啊，毋过有咧规划，但是名字是不是到一定程度了后，研究未来开放一定数量应寄予海外亲友。记者综合报道。南部这回阁有大学生互人画到，有12个人去法国实习，因为当地停课，伫咧3月17返来台湾，伫咧机场受体检的时，就发现讲去治疗武汉肺炎，嘛因为这12个人到台湾，就直接在家检疫，就无影响到校园。学校敢若剩2个出入口，入来必须要登记，还有磅体温。南部这间大学因为环境较封闭，防疫做较严。啊，毋过19尾仔学校紧急发全校防疫通知，主动通知讲有学生感染武汉肺炎，但是嘛强调讲学校真安全，因为这个病例是去法国实习，还未返来学校就确诊。不离个学校内底煞流传讲这个病例伫咧学校内底上课。学生的确是从法国回来，在机场那接受检测，然后回到家里面，然后一直到昨天下午才确定他确诊。那这段期间是都没有回到校园里面，他都是乖乖安心的在自己的家里。学校有说他根本没有入境啊，而且他还是在保护范围内，然后他在机场以后他就被进到负压隔离病房，所以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学校主动说明已经互校园较平静，啊，毋过这个病例是甲另外11个共校的学生。3月7日出发去法国的罗阿河区上会实习，预计点到8月底。啊，毋过17因为法国大停课，全部去互送转来。到台湾的时阵，阁有另外3个人身体无爽快，嘛伫咧机场接受体检。有4位同学是接受那个检测的，那检测的结果就是1位。就是昨天确诊啊，有2位是阴性的，他们是正常的。那另外有1位结果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在等待这个结果。除了确诊个案就医，另外11个人目前拢伫咧居家检疫。学校强调讲，清早到即，其他的老师甲学生都毋捌甲这12个人接触，所以还未停课或者是启动线顶教学。不离个实习团出发进前，法国已经有100个病例。学校强调讲，出发的前一天，全团的学生甲家长搁捌讨论，才会决定照常来出发。目前学校还阁有其他学生伫咧海外学习，若毋是当地疫情真紧急，校方袂主动停止。记者综合报道。伫新北市有一个查甫人伫咧在家检疫期间走出门，互卫生局甲罚1万块，想袂到伊无去纳钱，搁走出国，伊银行的钱全互人扣押起来。
新北市有一名男子2月初来违反居家检疫的规定，伫外口拍走，强查到罚1万块。因若超过时间无去纳钱，而且搁伫咧3月初爬出国。新北市卫生局3月16日移送案件，法务部执行署台北分署正紧伫咧20强制来执行，靠这名男子伫咧银行口座内底的钱，这是全台湾头一个。那我们收到案子以后，马上就去调查义务人的财产状况跟他的行踪。那我们发现义务人竟然在3月8号的时候就已经出境了，所以我们就直接针对他的银行存款去做强制执行。对于这种财阀，我们会尽全力的去做强制执行。执行署台北分署伫咧接到案件5天以内，就发出扣押的命令。台北分署表示，因已经函过卫生局建立联络的管道，做伙合作展现执行力，要来阻挡民众违规。新北市卫生局也指出，因计共已经开发55件。目前我们针对于居家检疫已经累计裁罚了55案，那累计的金额达到330万5千元。那如果到了缴费期限还是没有收到民众的缴款的话，我们就直接移送给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进行强制执行。那目前我们已经移送了7件。居家检疫相关的案件，新北市卫生局已经开发超过330万。这要提醒民众爱配合防疫的工作，千万唔通无要无紧，才袂变做是防疫的空胖。记者由进场玉水台北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拢取消。想袂到伫南投，所有业者坚持要办音乐 party， 民众就烦恼讲会发生群组感染，就去现场抗议。南投县政府最后是决定要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业者就要停办。民众伫电音 party 的会场外有抗议布条，要求业者停办活动。不过业者也提出关府公文，强调是合法申请，坚持活动爱照常办。现场气氛真紧张，好在在警方早伫现场警戒，及时将上风救开。就是合法申请的活动啊，临时公演。我们政府，我们不管啦，政府都已经做得这么努力了，我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问题，造成我们国家社会的一种损失。当地人认为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破100，而且病例一直增加。虽然电音 party 是伫户外农场办，不过为20开始要办3天，也有外国人参加，烦恼疫情扩大，希望业者延期。不过业者强调，人数无达到政府规定，故就停办。假设很严重的时候，学校就会停课嘛，让我们自己这个标准来做一个动作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学校停课，我们也会停办。因为这代表说疫情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我们已经3天了，跟这个活动的这个主人呢一直协商了，叫他不要延期来办了，但是他们坚决要办了。尤其现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这个疫情啊会不会发生啊，是很难预料的。南投县府表示，已经真侪摆甲业者沟通，不过并无共识。卫生局会同警察局、社会甲劳动处、公务处等人员去现场强制执行检查。第20月暗仔，南投县府决定以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下令主办业者停止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对3月19开始，只要入境的人，拢爱在家检疫14天。台北地区的防疫旅馆是拢客满，那新北市嘛当咧安排1天1000块的防疫旅馆，要让民众省钱佮安心。国内疫情上升，为了保护老大人、慢性病患者去划掉，新北市政府宣布，对20起所属所有53间病院的一般病房甲护理之家禁止探病，陪伴看病敢若限1个人，甲护病房受探病时段上最是2个人。在一般的病房，我们是禁止探病，那陪病呢也只限1人。那加护病房呢，也要定探病的时段，然后每一次呢只能够有2人进去。最近转来台湾的民众人数大增，新北市一日也增加1300多名伫厝检疫人口，防疫旅馆拢无够，双北防疫旅馆拢客满。新北市议员伫咧洽谈合作旅馆，希望增加到2000间永强用的防疫旅馆房间。目前已经有188间的旅馆可以达到供应的量。那在持续的沟通下，我们希望目标能朝到1000间以上。最终的目标，希望市长还希望我们有2000间的这个防疫旅馆。
新北市关路局20赶紧协调新北市旅馆工会推出3节到5节家属安心价，一天省1000块，鼓励予检疫的人住伫厝内，厝内的人去住旅馆。其中已经有100间旅馆参加。李高雄市府是介绍2间合法的旅宿业者正做防疫优先旅馆，应提供20-30间的房间，介绍大概是1040到1800块中间。媒合了有2间的民间这个合法的这些旅宿业，是坐落在1400到1800左右。高雄市府对2月底调设防疫旅馆甲公设检疫占据所，若是民众有需要住防疫优先旅馆，高雄市卫生局应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变真严重，后壁地区也开始封锁出入。伫咧当地亚太地区的民众嘛，赶要返去因的国家。这款的搬徙嘛，互亚洲地区的感染人数增加。亚洲各国是拢唔敢大意，大家拢严守戒备。伫穆斯林较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原本拢是人真济，即间清真寺，即几天却是大门关起来，铁门挂着大大禁止进入的告示牌，边还佫警察加强戒备。人口差不多甲中国同款济，印度确诊人数破200人，不过各方强烈怀疑这数字只是一部分。总理莫迪是呼吁大家为22礼拜一开始实施所谓的自主宵禁，时间为当地早起7点到半暝11点半。不过根据金融时报分析，这种类型的社区甚至多次封锁，诱发人甲人空间距离的做法，甚至亲像韩国用德莱斯形态路边体检，其实有伊的极限。报道认为，最近大量游客、留学生或者是外派人员，为后壁倒来各自的亚洲国家，致使中韩台湾的境外移入病例增加。在新增病例当中，过半的比例都是相当值得注意的警讯。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指出，韩国的大 Q 在疫情爆发初期，因为新天地耶稣教会团开，第二配高峰是一间疗养院传出74个新病例，显示当地社区群组感染又完真严重。对所谓第二波疫情，韩国甲中日2个外交部长一直进行视讯会议，参详如何共同防疫。 우리 3국으로는 코로나19 확산 차단 방안과 함께 이번 사태로 인한 우리 국민들 간의 교류 협력의 위축, 또 경제 사회적 충격을 최소화할 수 있는 필요성에 대해서도 함께 고민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다 공감하시리라고 생각합니다. 另外，印尼总统佐科威要求卫生单位增加体检试剂数量，扩大体检范围。苏拉威西岛原本有定穆斯林朝圣活动，当局已经下令取消。泰国是要求所有国家的旅客要提出健康证明了后，才允准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官方公布昨的确诊病例有39例，而且全部拢是对境外移入。中国已经连续2天拢无增加病例。 不过，香港昨却增加48例，而且拢有外国的旅游史。医学团队也烦恼讲，可能会发生本地大感染。中国公布武汉肺炎疫情继高峰期，20官方宣布新增加39例确诊，不过全数来自境外移入。连续2天，中国境内新增加的确诊病例是0。WHO 秘书长谭德赛更加讲，中国本土无人确诊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一直学了中国在疫苗研发上的表现。 3月19日，我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Just 60 days after the genetic sequence of the virus was shared by China, this is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不过，中国无本土新增加确诊病例，那美国总统川普怀疑，日本首相麻生也讲上好莫相信中国官方数字。不过，中国议员一直放出正向消息来保这个复工，甚至将500姓除了武汉以外，市区疫情拢调降到低风险。 而500民工也开始转来到国省来上班。不过20共一天，香港却是出现一天新增加48例确诊的新冠纪录的2款的情形，多数拢去国外旅游过。其中一个人是機場的客運車司機。48宗入邊咧，就有36宗個案啦，都係去過外遊嘅。咁其他啲個案咧，就有啲咧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嚟嘅。 港大感染甲传染病中心總監何佩良預計，未來2-3禮拜會有大批在高危險地區轉來香港的人，輸入確診個案有機會上少增加200例。伊講香港已經進入戰爭時的狀態，認為應該安排轉來香港人士到酒店做獨立隔離。港大團隊最新研究更加指出，新冠病毒患死率增加，本土會有大爆發這種風險。大概係第2個禮拜開始。
你就會見得到係似乎係過咗一。香港由疫症開始以來，而家係我哋最高風險。牛島會呼籲民眾唔通放鬆，疫情也衝擊香港航空業。香港快運20宣布會暫停3月23到下個月30期間所有航班營運。國泰航空甲國泰港零是減少4月到5月96%的客運運量，只有貨機航班是無受影響。記者宋夏報道。來看今仔日各地頭的天氣預報資料。北部地區18度到27度。中部地區19度到30度，南部地區21度到31度，南部地區19度到28度，離島地區14度到26度。感謝您收看今仔日的公視台記台早起新聞，我是李婷，咱再會。